感謝大家，謝謝。二零一七台北客家音樂發表會戰歌再創，今本也進入到迷桑類，我們邀請聲響老師以及聲響樂隊在舞台上先行留步。當然呢，我們要來歡迎思榮以及狗毛跳舞團，請上台。精彩嘅表演當然接下來我來歡迎 Misa 以及 T 下紅樂團，請上台。 今天有俺们咱们有这么棒的音乐会，我们要非常的谢谢我们这次辛苦的主办单位，我来感谢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本人今天有非常好的安排。所以在此刻呢，我们要来歡迎，熱情掌聲歡迎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曾延由曾主委總上歡迎，請主委上台。 请诸位一起共同的上台，来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留下美好的记录。来，我们请所有的乐手老师，我们请向前3大步，好不好？我们都知道，表演者呢都喜欢在有光的地方，对不对？来，请我们所有的乐手，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请向前3大步，谢谢。 当然呢，我们要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留下美好的画面。来，我们一起看着，待会我们一起看着中间的摄影镜头喽。好，来，准备先看着我们前面的这一位摄影帅哥，他是我们今天的摄影师，辛苦的摄影师。好，大家往中间靠拢。好，来，准备看中间的摄影镜头，准备了3、2、1。 今天的音乐会真的非常棒，我们再一张，1、2、3，谢谢。今本年2017台北客家音樂發表會順利圓滿成功，再一次謝謝我們今天所有的表演者，總上來感謝，還有要加碼的，對不對？好，來我們再一張哦。好，來看中間，好，準備嘍。來，我們一起共同的看着前面的攝影鏡頭。 好，來準備了，1、2、3，耶！謝謝，再一次謝謝我們所有的表演者，也感謝所有的鄉親朋友，今本也安不壓哦，在這邊陪伴我們到尾聲。在我們今天節目的尾聲呢，要跟大家來預告一下，我們在12月14號禮拜4的 晚上呢，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也有山歌在唱創新客家爵士歌謠專輯發表會，希望做的技術看到大家。那今天晚上呢，很開心見到大家，祝福大家有一個美好愉快的夜晚。什麼大家按自身，謝謝。 在我們今天的音樂會進入到尾聲的同時，請你愛提倡所有嘅朋友，離開嘅時間莫唔記得你隨身帶嘅東西。離開的時候，請記得您隨身攜帶的東西。也再一次跟大家預告，12月14號，也就是本週4，在同一地點也將會有山歌在唱 創新客家爵士歌謠音樂專輯發表會，希望呢可以再次見到所有的朋友，也祝福大家有一個美好愉快的夜晚。什麼大家按自身。